今仔日是台北动物园鸟熊营养11岁的生日咯，动物园帮伊准备一个用冰架做的鸡卵糕，可以伫这么热的天气通透心凉。天气热哦，动物园唔若帮动物准备冰水、冰架，佮做真侪水果冰机，要互动物食凉。 动物园甲民众盛大替营养举办11岁生日，但是后一秒营养所甲鸡卵糕塞个涂骹，画面是真古锥。不过这毋是一般的鸡卵糕，这是动物园为着要替营养伫高温的天气清凉一个，特别替伊准备的冰角鸡卵糕，顶面有冰角配上各种的水果，互营养伫咧烧热的天气会当食冰凉爽一个。今天是我们毛熊的生日，那所以我们今天提供了它冰品的蛋糕，那里面是用冰块加上一些水果啊、甘蔗等等的食物制成的，是他很喜欢吃的食物。那加上就是冰块，可以让他冰冰凉凉的享受一下消暑的感觉。最近天气热热热，动物园嘛烦恼连热带动物，亲像大手甲黑猩猩嘛会热较冻袂牢，所以会伫咧水池加冰水，也是冰甲互因浸。动物嘛有水果冰机通食，减少动物晒日头的时间，真拍拼受康受胖来防止动物着沙。通常都会有，比如说有水果冰、血水冰，那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能够有各种的设施食材上的调控，调整他们的休息的位置点，那尽量不要直接在阳光曝晒的环境下太久。动物园嘛表示，帮各种的动物降温的方式完全拢无同，有的动物会帮因定期折磨，有的会甲冷气房的温度降低，会想办法互这的动物凉凉啊度过遮尔烧热的天气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